这物件。第一，你的文字绝对袂使，毋是讲袂使伤深，讲伤深的问题，就是讲你的语言袂使显你敢若讲，你听者毋知你咧讲啥物话，啊，毋知你讲啥物有几啊种情形。一种情形就是讲，迄台语你念都无成台语，迄变调的所在，迄有轻声的所在，你拢念袂准，念袂准的时，人就听无，听无你的诗你讲啥就无清楚，会变做是安尼。这就是我尾伫先台退休了后，搁倒转来开始开课。我所有的课，敢若一个名安尼叫做台语文学专题，1、2、3、4，就是歌词是其中的一个，是讲外河的汉诗，安尼就大汉诗，无就50年代的迄个台语歌诗，日据时代台语歌诗，拢是用这个方式。实际上，你要强调就是讲，我即摆咧开的课，拢毋是用目睭看，拢是用听的。透过迄歌声，而且你念的甲用唱的，佫无共款哦。等迄，我就用这个方式安尼。歹势，我这回头大伤多吼，真正要讲的是这是后壁遮。老人文学，老人文学，咱甲分析起来，你家想看觅，就咱拢少年人，咱来写一寡老伙仔人的迄种生活，因为种的代志变做是讲，阮少年要来写老人的文学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就是讲，我本身就是老人啊我将老人的一寡记忆，佮甲捡倒转来写一寡阮老人的文学，互大家来欣赏安尼。但是我想到的毋是即种的个老人的文学，即种的老人文学毋是台语的老人的文学。我想到的是啥呢？是我过去的一直即个观念，就是讲用过听的文学来放当老人即种的即个范围内底时咯，我感觉会使足有意思，听我增加足多台语文学的资料，而且立竿见影。我只好用我这个也来讲，立竿见影啊。对，这路也就对了采这个怪呀，这个哪个猜啊？平呀八兄来啊，安尼就对了嘿啦，对了。好，我要讲是啥？有当我这做老师的时代，我这足费气的看啊想，有当雄的佫看袂倒转来我意思是讲咱若有法度，咱做台语的啦，利用你身躯边熟悉的啦。第一，伊毋捌字，凡毋捌字的人，甲苦话。低微是中到到位。好啦，算讲甲即个汉字的敢若讲较无交背的跩，甲汉字无交背的跩。对我来讲是讲甲我来讲是已经是甲我年纪差不多啊嘛我这70外无你知无想咧时间也是过得足紧。已经开始慢慢变做第三个要出来安尼就对我意思是讲咱苦啊，干一支手机就好。咱开讲，你有一个引出来的人嘛你引出来的人，你开始有一寡，你莫讲出来，你家己慢慢设定，互因来。透过回忆，将记忆内面一寡物件慢慢捡回来，互伊条条讲，你会使示范，你会使好好念一寡一啲的倒的这个诗啦互伊参考者，讲这念出嘛真有意思再慢慢引出来，互因原来共款有法度慢慢念出来，若安尼是咱台语文学内底。第一，迄语言绝对足水，因为伊甲
汉字无够贵，对吼、伊的华语对来讲的时阵，无啥会去互污染去安就对啦，即种的代志，咱慢慢安尼吸，咱一个人做可能较慢，若较侪人的时阵当恁的厝边头尾的时阵，会使安尼，就是讲将来迄个台语的读册会啥物的时阵，不一定是讲咱这苦来的人，你甲拖出去，若安尼时阵迄种的老人的文学，我感觉应该会使做，而且我我心目中有一个构想，就是讲应该会做啊真水气才对。所以今仔是这帮阵佫透过中德因个老人文学，佫会在迄个伫个中央广播电台伊讲因老母迄银发族拢咧写诗，拢有咧，伊毋若写诗，佫读诗，伊家己摕要念，佫讲伊佫有去录影互我看，还是主要是用念的。我讲伊讲使佫用唱的，尾我甲问咧，实毋是唱，是伫遐咧吟。是用过吟的，毋是用过唱的，用迄个方式，安尼时阵生活上会变做真趣味的一种路路。莫讲文学一定都爱写足艰苦，对不对？我是透过即个方式，拄有看到即种的呛事讲到这物件我提供一个小小的一个意见，我大家参考一下安尼好，多谢。